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講太陰病女陰症篇嘅溫中去陰類第19至到第27條。第19條係吳茱萸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吳茱萸、人參、生薑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胃虛寒乾、嘔吐、涎沫、胸悶或頭痛者。第20條係生薑甘草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生薑、人參、甘草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咳吐白痰易嘔、胃虛納差者。第21條係麥門冬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麥門冬、半夏、人參、炙甘草、粳米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咳逆上氣、咽乾口燥者。第22條係甘草乾薑茯苓白術湯，佢係甘草乾薑湯加茯苓同埋白術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甘草、白術、乾薑、茯苓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腰冷沉重、小便自利者。第23條係靈甘五味薑參湯，佢係靈桂五味甘草湯去桂枝加乾薑同埋細辛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茯苓、甘草、五味子、乾薑同埋細辛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裏虛寒冇表證、咳而胸悶、口不渴者。第24條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湯，佢係靈甘五味薑參湯加半夏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茯苓、炙甘草、五味子、乾薑、細辛同埋半夏，佢嘅辨證要點係咳而胸悶、吐稀白痰、頭暈嘔逆者。第25條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杏湯，佢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湯加杏仁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茯苓、炙甘草、五味子、乾薑、細辛、半夏、杏仁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湯淨兼見頭面四肢浮腫者。第26條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杏大黃湯，佢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杏湯加大黃，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茯苓、炙甘草、五味子、乾薑、細辛、半夏、杏仁、大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靈甘五味薑參夏杏湯淨兼見上熱而大便難者。第27條係茯苓杏仁甘草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茯苓杏仁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短氣胸悶、小便不利者。